世界萬航台攏佇咱台灣新眼界。觀眾朋友大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黃平仁。今仔日來講一個你上愛聽的話題：減肥。減重一針有通見效，但是啥人會當來注射？最後的結果才袂定當。你就千萬唔通亂問亂做，了錢傷身，佫討皮疼。今仔日3位醫生，一位營養師，講互你聽。來，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頭一位國泰病醫社區醫學部部主任曾海華。大家好，我曾海華。那麼第二位，醫大家醫科主治醫師陳玉忠。大家好，我是陳玉忠醫生。那麼第三位是內湖恆生福建區院長王淑環。大家好。那麼第四位是營養師李家輝。嗨，大家好，我是佳慧。那麼繼續，咱就來關心國民健康署的資料顯示，台灣成年人每2個人就有一個人傷大箍。過去市面上一款減肥針呢，注射佫賣甲欠費。那麼醫生啊建議講，你若是 BMI 值超過30才通好使用。啊嘛提醒注這個減肥針有肌肉嚴重流失的副作用，愛斟酌評估。體育署佇最近發布調查，台灣大股的比率佇過去10年增加5.3%。國健署上新的資料顯示，台灣成年人每2個人就一個人傷過重或者是大箍，無想要辛苦運動減肥，攏想要用快速的方式，所以這種散散針就袂甲欠費。當你真的沒有辦法的時候，這個是比較快速。我有聽說過，可是他們說那一支針也是要自己打，也要有勇氣去打它。個人需求啊。他覺得 OK 就 OK 啊。台灣肥胖醫學會講，散散針是一種長臂素，主要作用是抑制大腦中樞想要食物件的慾望。食這種藥了，會較袂想要食物件。不過醫生建議，散散針適用的對象，除了糖尿病患者，除非是 BMI 大過27以上合併糖尿病，或者是 BMI 大過30以上才建議使用，因為只要是藥就有副作用。那是大人要使用，一定要有專業的醫療團隊監測身體組成，才袂體重降落肌肉也流失，也就是肌少症。導致身體虛、骹手無力，甚至影響行路。肥胖它跟上百種的一些疾病是有相關性，乳癌啊、卵巢癌、大腸癌這些都會跟我們的一些脂肪過度聚集所導致的一些癌症會有相關的風險。再來就是一些心血管的風險相關的因子，比方說像糖尿病、高血壓。台灣肥胖醫學會講，最近散散針佇咧國內有濫用的情形，有人對日本買回來，也有人佇中國淘寶網買。食藥署講，用代購或者是佇咧國外買，因為來源不明，有可能會買到假藥啊。也強調，散散針是處方藥啊，袂使佇咧網絡、社群平台或者是其他非正規的通路買，若無上懸會當罰200萬。記者綜合報道。其實他看這個新聞大流就知影，即擺市面上吼消息足濟，而且吼無正式的醫生拍的人，我坦白講也真濟，無就買轉來去外口買水貨，轉來甲伊做。所以這愛講互大家聽，你千萬愛看阮這集聽了你才來評估找醫生我毋是咧替因3位做廣告但是你愛聽正確的，尤其營養師。愛聽這正確的飲食的習慣，你才通好來做講，有你會使也袂使。雖然有人今仔日有通來做見證。首先，我要請請曾醫師你甲咱講，這個過去嘛是有減肥的這個針，是這擺這個 Mounjaro 甲以前有啥無共款？是藥效較厲害、較強，而已安尼啊？安怎？好，其實。不止Mounjaro啦，咱即馬常常咧講瘦瘦針有足儕項的吼。以早是迄一天注一遍的，即馬有一禮拜注一遍的，有一個叫做Wegovy，一個叫Mounjaro。好，以早減肥的藥啊，一般時間啊，針對一種方法，譬如講，互你食袂落，好，譬如講，互你一個人安尼就亢奮的，吼，這能量就會使用較儕。但是瘦瘦針這款呢，伊是互咱能量的平衡。會使較去變較正常，
就你會當正常生活，是啊，不知不覺，是哦，感覺真舒適，啊，就當散落來。是啊，因為咱即馬現代人的生活吼，一般就是食太多嘛，啊糖太多，所以血糖懸，對不？油太多，所以咱血油嘛懸，啊，過來就安怎糖尿病啊、糖尿病啦、中風啦，即寡病就攏會做回來。啊，咱若是煮瘦瘦針即款，伊加這一個平衡去甲伊調整轉去，所以你會感覺，我那血糖嘛變好啊，血壓嘛變好啊，啊人佫變瘦啊。我這1減2個懵啦，減7個。是啊，我感覺安尼自然，敢若輕練。這就是即馬減肥的這款瘦針遮爾流行的一個原因。啊，這你聽起來完全無副作用嘛？副作用當然是有啊。一般的人一開始做的時陣，伊無愛食嘛，無愛食，佫較嚴重一點嘛，有的人會想要吐，會感覺噁心想吐，啊，有的巴肚痛，有一點仔落屎，還是閉結，這攏是就定發生的副作用。但是一般攏一禮拜活就會習慣，袂介嚴重。啊，若是安尼，那我聽外口，尤其英文的報告，已經有出現講，無咯，即Mounjaro已經有即個 side effect， 安怎拄安怎。雖然伊也無講即個比例有偌懸，那麼恁有開始了解講，即個情形到底是普遍性的，還是講愛米久日深，10年了後才會知影結果？我想上重要其實講，這是藥啊。伊毋是食物對無，嘛毋是健康食品，所以袂使家己買來亂食，因為伊有禁忌，有一寡使用的禁忌。若是講甲狀腺有着過有着過癌的，吼，這袂使用，也是藥促有發炎的，這款嘛袂使。啊，閣有若是講伊膽有結石，這用起來嘛足細膩的，吼，所以有禁忌。嘛有適應症啦，吼。有適應症甲禁忌。啊，若是像譬如講，阮的這個團隊內面，人因厝有家族嗰些。胰島素吼，伊個血糖拄啊第2型的，是，伊拄啊適用，會使啊，會使。但是伊的 BMI 值，我看伊安尼散啊佫。哦，安尼才說你哦，因為咱人吼傷大顆無好，但是傷散，這死亡的風險嘛會增加。所以，若是這個人已經傷散啊，伊其實無適合使用。袂使使用。袂使使用，無。但是這個在咱台灣是應該是處方，處方去。這個醫生處方才會使，是嘛吼，所以袂當藥房家己買嘛，袂使吼。但是我喺遐請吼，陳醫師來現身說法。陳醫師，頭拄仔我才知影講，你本隊3年前是100公斤，啊，即馬是幾公斤？70吧。70對。你敢確定是陳局長本人？是，應該是。無定檔，你就本人了對吧？對，只有1/3。所以大家看鏡頭可以 close up， 你看起來無迄個 Mounjaro face， 這是安怎用的？講真誒啊，因為迄個時陣一開始減肥的時陣，因為無減肥之前都剛剛講哦，我這叫迄種就是迄種我啉水嘛會肥，迄種漱空氣嘛會肥。叫後來真誒找看的講，啊食屎是安怎較食較上健康，啊運動是安怎運動上健康，啊就真誒就照做，啊就迄種體重就一直減落來，就正常啊。所以毋若是倒會注射爾，啊佮愛減運動，愛食物件愛健康。其實我散落來，我毋是注射，我是。散落來以後，我開始講，來試看覓注射看覓，甲迄種，因為我通常是開啥物藥啊嘛，因為我是佇迄種減肥的中心呢，我有啥物新藥啊，佮我講啊，家己先試看覓副作用是啥物型安尼，所以就較試啊，迄種Mounjaro我就講，家己試過，講，其實是蠻好耍的，因為我是已經散落來以後我較注，但是注了以後，其實我的體重是無瘦偌濟，但是我有看到我的肥肉佮繼續佮散落，啊，然後 BMI 值佮減落去，對，毋是肥肉。肥肉，因為我迄種筋肉、肌肉是迄種佮顛倒是起嚟的，對，我家己是安尼。應該是身體的成分在變化。你家己的身體組成在變化。對，佮在變。對。但是迄嘛是你愛食2倍質才有法度啊。對，我本來。但係注射較後頭生2倍質。我本來就食較算足健康，啊，我家己在走馬拉松，就是迄種定在走安尼。對。我是本來就是運動食性攏應該算個會使啊。所以觀眾朋友唔通講看到陳醫師就講，哦，這個我來做伊，唔是，你是先散落來。啊，但是Mounjaro互你有算過頭散偌濟無？Mounjaro，若是肥肉差不多個加散6-7公斤吧，肥的肉，對，肥的肉，對。哦，所以若100減加，你即馬是70 30內面才貢獻差不多。
3公斤至6公斤。唔是，我100公斤減到70公斤，迄是攏無用藥啊。攏無用啊。70公斤開始是我加少6公斤的肥嘛，加6公斤的。但你迄陣時的 BMI 值跟高達會當注射的程度。其實我袂使，我剛剛是講先注看嘛，但是一支射足貴，所以我就拍開去，就講還是該注料好，叫那會講注的時陣去講真誒，體重無啥物變，但是就是你看到迄種去量迄個按叫迄種 InBody，就看講迄種真誒是肥肉閣繼續散落呢，迄種筋肉閣開始起嚟呢，對啊。哦，這是現身說法，但是吼，你意思哦，王院長，恁的復健科聽講內面也是真濟人咧注這，很多很多。啊，一來是直接就講我要注這哦。啊，賣運動啊，規氣啊，還是建議要運動啦。是這樣啦，我們現在哈，其實啊，我們文明社會就是已開發國家第一重大的這個健康議題就是肥胖，哦，這是毫無疑問的。我們10大死因裡面呢，哦，癌症啊、心血管啊、失智啊，失智不在裡面了啊，但是什麼腎臟病啊、肝臟病啊，這個都是肥胖密切相關。所以，我們不只是一石二鳥而已，我們是一個藥哈，就解決我們很多會影響我們健康，甚至讓我們短壽的這個短命的這個疾病哦。那以復健科來講哦，我這樣大概體感覺一下，大概50%以上的患者有需要減重。比如說哈，復健科很常的疾病啊，脖子椎間盤突出、50肩哦。然後手的肌腱炎，還有最常見的那個膝蓋的退化、軟骨的膜。當然，這些疾病本身當然跟老化還是有關係。可是如果60啊，一定是安尼啊。可是如果肥胖的哈，會加速它的發生。像我覺得很常，不是很常啦，我看到幾個哈，很驚人，30歲哦有退化性關節，30歲哦，哇，36、7歲。修肥哦，真的是體重真的是太重了啊，不然就是50肩啊，可是他才38歲哦，現在也蠻常見的，所以我是在我們復健科，但有這個患者來，他的疾病很明顯是跟肥胖相關，我一定會跟他講說，你要想辦法減重，但是減重的成功率靠自己真的是很低啦哦，以前的文獻都說了，大概我們成功的機會大概10%。所以我坦白講，我以前嘛是差不多70幾公斤吼，啊，我就是改變飲食的內容，歹勢我攏無運動，無時間好好運動，啊，就是食的時陣真控制，有當時出去嘛是要應酬，但是這轉來了，也是講要去食進前迄天，我早起甲中晝，我會較謹慎來選食物。安尼，那一直保持超過10幾檔，超厲害。但是迄是要有決心意志來才有法度嘛。因為我有當應酬的時候，我知影這應酬攏無青菜。我知影家己炸一碟仔青菜，安尼偷偷減一下，就。那無人應該無人會通安尼。這嘛傷天才啊吧？不是，迄個我炸便當去講應酬安尼。變做我個人的問題，我若無食青菜，我說迄天。無通啊就便所，這嘛是小麻煩的，所以我愛先請教咱的營養師吼，因為咱看這2025 WHO 的最新的指引哦，伊講吼，這個肥啊是慢性的、復發性的疾病，哦，而且唔那是個人意志力的問題，需要 lifelong care， 終身照護啦，嘛是一種長照啊。啊，這在你的立場來看，這 Mounjaro 也好，還是 Wegovy 也好，這住的人哦，無住的人咱先莫講，但住的人你就要注重什麼代誌？食的時陣。其實咧，我即馬離診所嘛，有足濟人是因為伊想要減肥來找我，哦，就是有找醫生，啊，醫生幫伊開藥啊了，阮的診所會閣甲伊介紹來阮營養師遮，吼，甲伊看伊是安怎食的，啊，叫伊翕相，互阮看伊逐工攏安怎食。因為有一個有人伊也是驚有打針，吼，啊伊學要亂食，其實咧，你會使發現伊可能伊減的攏是水，無就是攏是肉素雞肉，但是伊真正要減的迄個對脂肪攏無任何的改變，對。
所以我感覺食真正足重要，因為咱講你也是要減肥吼，八成是食，啊兩成是運動對。所以我家己嘛有減10公斤的經驗哦。但是這10公斤呢是我去澳洲迄個時陣流行澳洲打工度假。嘿，我去澳洲的時陣，我感覺我嘛受苦受難。對，我去玩那個覆盆梅，吼，我感覺我逐工嘛是攏。出足濟力啦，但是迄個時陣食，我就是食我去 coffee shop 打工的迄個 muffin， 你知影？就是足油做的，啊，我逐工透早攏食這，一年了後我就肥10公斤。哇！對啊，但是我攏無發現哦，因為咱的亞洲人佇外國看起來嘛是瘦瘦的，但是我轉來台灣了後發現哦。台灣的人攏，一個人比一個人佫較瘦吼，所以我就是嘛是食的物件，我都有注重。食菜心、食肉心，才來食飯，安尼，這攏是最重要。這是頭一個定律啦。對。但是我的問題是，若是煮了Manjaro還是 Wegovy， 對，這種物件了，食的時陣愛注意啥物？嘛是愛注意，因為你也是注射這藥啊了後，你會感覺你攏有飽的感覺，就是講，嘿，脹，吼，啊，食無沙發，啊，這個時陣你就愛注重，就是講你的蛋白質。愛優先愛先食，所以我有病人就是講，你也是真正你食無了迄啥物肉，或者啥物，你有發現最近都有做者蛋白飲出現。啊，嘿，咱就用蛋白飲來補充。啊，我嘛會幫伊算講，你一工你就是愛食到偌濟蛋白質，幫伊算出來。啊，甲伊介紹講，啥物物件是蛋白質的物件，你就愛優先先食者。先順序愛先食迄，對，先食這。但是這畢竟是非常時期啊，伊若一旦若散落來了，伊若佫恢復佫平常時的迄食物件的方式，嘛是無效嘛。是無效的，但是我得來講一個故事，就是講，你感覺你是安怎是肥變安尼肥的咧？就是較大顆，伊就講啊，我就是以前安尼食，所以我就來講，所以你也是散落來，你佫食。無咯，我一個朋友講，我前世就是掉肺炎，才會即馬變遮肥啊！啊，伊就是我甲拜託伊去減肥診所去創，無法度啦，無法度啊！即馬我即集特別做伙看，聽到福音啦。但是我要來請教吼，咱要先請教鄭醫師，即個Manjaro伊的即個機制是啥物？因為我個看吼，即內面攏肽啊。哦，這裡面的利拉魯肽啦、司美格肽啦，這一寡肽，這個肽是啥物意思？肽意思就是講，伊是多肽啦，多肽就是甲蛋白質有即麼型，吼，但是伊是足多安尼個煮，還對個組合起，啊，伊有過來一個作用吼，一個就是在咱的大腦，會互咱的。胃口變成較歹，所以以早可能食，你有食啦，你都買啊啦。是，本來可能食你感覺才有夠，啊，即馬敢若一半的便當，吼，還是1/3，所以伊做落去會甲欺騙咱的頭殼的這個保濕中心啦，講，兄弟啊，我食飽啊，你唔通過來。是，我們就是這個意思。對，這是上重要的伊的一個基轉，啊，過來就是咱的腸胃吼，變成伊叮當的較慢。所以啥哪會想要吐咧？因為你物件食入去了無消化嘛，就敢若迄落迄塞車啊回毒無，所以有的人較嚴重，伊就變成講想要吐。胃恰酸啊。胃恰酸，維持到倒流啊安尼。哦，但是這一般攏一禮拜外就會使習慣，會使適應。啊，因為你安尼治療，你就較袂遐爾緊枵，啊嘛較緊飽，遐袂遐快枵嘛。啊嘛袂，啊嘛會較緊飽。所以伊本來即個藥啊，本來發明是要來，因為我所知的是對迄個 Mexico， 伊一種即個真毒的即個，敢若迄個杜丁啊，大隻的杜丁啊，喺喙獺內面去出來。是，一開始是安尼，即擺已經毋是啊。即擺會當化學來這化學，但是即個物件本來是要治療糖尿病嘛。對，所以大拄仔咱講。一項、兩項的作用嘛，第三項的作用就是伊會互咱的血糖變較正常。咱血糖吼要保持平衡是足複雜的一項代誌啊，包括講胰島素啦，吼什麼肝糖啦，足儕，這款痧會互伊變成較正常。還穩定。
較穩定對，所以你食飽伊較袂懸起來，但是你若是無食枵的時陣，伊嘛袂太低，甲胰島素無啥共。真厲害啊！你無食的時候，血糖佫袂降低哦。袂，以早胰島素你若做結果無食，是毋是血糖會上低？哇！迄規個人拍青囝去呢？這種的較袂，但是這種你若是本來有做胰島素，啊佫加這，是毋是會食較少？安尼這個時陣胰島素就會互你的血糖上低，所以大家一直甲大家提醒講，一定愛醫生來甲你開啥怎？因為你若是用別個藥啊，醫生用對，愛配咧食，你唔通家己苦苦安尼食。譬如講你本來血壓的藥啊、血糖的藥啊，你就要減量，啊，這愛減偌濟，這醫生才知影。是，愛討論。那麼我煞來要請教咱簡醫師吼，以你家己的親身的這個經驗，你的患者來咧找你。伊雖然家己無講我要減肥，但是你根據伊的這個健康狀態，伊可能亞健康，吼，還是可能有其他物件，你要安怎甲建議講？你在煮，通常要煮幾 cc 啊？咱講2.5， 2.5，通常一開始啦。啊，就敢若網仔定咧。對啊，袂使會停啦。袂使會停，停當然袂停，但是煮2.5 cc， 啊，你們感覺哦，你這個是啥物仙丹啊呢？開始我對，2.5是 milligram 啦，2.5是迄藥物的成分誒 milligram， 但是一般愛看你是買多一支，啊，伊若是一蓋是0.6 cc 啦，0.6 cc。0.6嘛是真少啊。0.6真少，無啥會疼。你針重都看無啊。是。但是即馬講的是蒙加洛啦，若是別項的針就較無多。伊的賦形劑就較濟了，對。嘛，袂較濟，攏差不多。經攏無共款。經攏無共，但是一般袂太濟啦，袂講我足疼的，因為一般我甲迄落迄病人講，咱來注射，有的人就會感覺足驚嘛。啊，這醫生我唔敢注射，我足驚疼。買等於家己做。家己做。愛家己做。啊，唔就敢若糖尿病共款，愛等來家己拄就對啊。通常是一禮拜就拄一屆，一開始拄的時候，你會感覺講驚，但是一兩屆講，其實無啥物感覺。因為這是肌肉注射，唔是血管注射嘛。注皮，嘛唔是靜脈，嘛唔是靜脈。對，對。所以你敢會開始建議講，你為着這個健康，你對這個藥啊，你有這個信心講，你這吼上好，你這3種。2種啊，3個安怎？咱來處理，用這來處理。會哦，我即擺攏會幫患者用，但我用通常我開始啦，是講因為其實迄種減肥的痧，伊個有另外一個效果啊，就是講按舊的叫做迄種 GLP-1，甲按叫腸泌素，啊叫其實伊是一種接入咱身軀頂做一個所在，啊但是新的有一個一種效果的，對伊的好處就是伊會接入按的一種肥肉頂管。對，迄今年7月份，因公司有一個新的報告，啊，就講伊是會當接入你的肥肉頂管，因為舊的是無辦法。舊的哦，入去腸道內面就 DPP 就消化去啊。對，伊毋是伊會當接入安尼肥肉細胞，對，做好耍的。伊接入頂管以後，你今仔日若是你胰島素是低的時陣，伊會迄種甲內底油含糖放出來。你的意思是講，伊家己落去吹就對啊啦。對。你這個歹心型的我了。對，伊會黏喺你的肥的迄種肥肉頂管。對，按講我甲內底物啊摕出來做能量用。對，若是伊迄種你今仔日是有食飯的時陣，你血糖傷懸，你的血油傷懸，一定倒是會甲這種物件存入你的肥肉內底。對，所以做特殊的，就是講迄種像我講迄種血糖低的時陣，伊會互伊起來。對，因為伊種會當種甲內底肥肉內底迄種糖放出來，所以講我若是互我患者在減肥的時陣，在注射的時陣，我會甲伊講，你除了注射，你一定要運動，因為之前因有做過一寡研究，就是講迄種按通常是運動，你一開始迄種走街會箍雞袂分火，結果出來的時陣，伊就迄種迄種前30分鐘可能攏在燒糖，啊後壁骹會當燒較濟迄種肥肉。但是你做這個，但是做到30點鐘，伊就熄火啊。對，你大人攏有夠忝的，但是你講開始注射以後，伊迄種會當互迄種燒肥肉迄種能力啊，迄種加差不多2倍左右。對，這做。所以最基本條件，你得有動頭。對，你還當你有做這個痧，你的體質會項無做這個痧的體質無共款，你加運動，迄個效果會加做好，減肥的效果會加做好。所以種聽眾你得注意，你唔當掠做做這痧，你就倒病起來，你就頭後變做什麼美人、什麼美人英俊的，無一定哦。是。所以愛運動啦。對。然後做雞就愛稱，做人就愛拼啦。
對，嘛是安尼啊。对啊。但福建輸咧，福建醫師按照。剛才我聽到一個蠻有趣的那個主持人剛才說意志力這件事情我想補充一下。我們現在認為說肥胖它本身就是一個疾病那意志力有沒有相關？我們想討論一下打猛健樂會讓我們大腦的食慾下降，它控制我們大腦。那我們可不可以說這是一個意志力的藥？很有趣那我們現在認為說肥胖它其實還是跟大腦的一個異常有關。我們如果用那個掃描去看肥胖患者的大腦，他對於食物的那個渴望會跟一般人不一樣。他會看到好想吃吃完之後呢，馬上又餓了，他的大腦在告訴他這個事情所以我們認為說這件事情不是單純自己可以用意志力控制。我有看過一個報告頂頭寫，因為阮囝有當半暝會走起來偷食。我講我暗頓落，你食遐濟啊，你到底是真枵還是無枵？所以我去找真濟報告來看。我知影講有一種報告咧，伊的理論是叫 fake consciousness， 是虛偽的這個意識，因為你根本就無枵，其實我要趁這個機會要請教大位到底咱人食飽有一種講法，就是講其實人食飽唔是飽食中心咧甲你講，是血糖有夠才算食飽，應該用這個標準來看。我先和議長你來回答。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啦。我們有很多東西都會讓我們大腦覺得飽，比如說胃裡面有東西，比如我們吃很多蔬菜脹起來就覺得飽，可是很快又餓了，對不對？沒辦法完全騙過去。血糖是其中一個小小的因素，還有很多，包括我們肥胖的細胞、脂肪細胞會分泌一個叫瘦體素，瘦體素也會讓我們大腦覺得說比較飽。那我們其實已經發現說，肥胖的人他的大腦就是偵測不到這個瘦體素。我好多脂肪，一直在跟大腦講說，我很多脂肪了，不要再來了。大腦就聽不到，他就是說，我還是餓，還是要一直吃。所以我們現在已經希望說，大家對於肥胖這個東西，我們要給它去污名化。我們不要覺得這個人就是因為貪吃，因為懶得運動，所以今天才胖的。我是相信啦，大部分如果已經肥胖，然後有健康問題的人，他其實都希望自己更健康一點。對，我有拄到一個朋友我甲帶去減肥診所，減肥診所你就知嘛，營養師攏會講你頭一頓安怎愛照安尼翕相伊頭2工照咧做。第3天哪老哪考我實在是擋袂掉啦，歪啦，安尼叫唔敢，但迄是3檔進前啦，即馬可能萬家樂有小可有幫助啦。那營養師你家己安怎看講，這到底若是要真正要做減重，為了健康的理由要做減重，那麼應該先注射。還是先像他咱這個陳醫師所講的，我先減落來，再來煮，應該是安怎來破壞？其實我是感覺即馬這個藥你也是有迄個標準，你已經有27 BMI 無就是你已經有共病症、高血無就是高血糖安尼的狀況，其實你會使先煮，但是嘛是愛配合你的飲食，是安怎咧？因為你先做的時陣，你會有一種我真正一禮拜，無就是2禮拜，我真正有減。這個時陣就會互這個患者對，伊會感覺我真正安尼做，我是會使的。慢慢甲配合你的飲食，你的食物件。我即擺的病患嘛是安尼，我是會互伊，就是慢慢改變伊的食食，食是改變到一個時陣了後，我甲慢慢再改變，互伊運動，慢慢再加入去。因為一開始就叫伊運動，真正是無可能，對。但是安尼慢慢減了後，伊感覺親像有些人伊以前可能伊的骹頭有誒無爽快，但是伊瘦落來了後，伊感覺伊即馬行路會使行較久誒。我就講安尼真好，你就會使慢慢對，你閣行較久誒，你去踅街無就是創啥物？來增加伊的運動的這種感覺，對，就是我感覺一開始這種有減的這種成就感，真正愛先互咱的病患，對。但是我回頭來問咱曾醫師咱人會肥
啊，咱倆做，咱即擺一般的這個概念就是，啊，你著食傷多，啊，所以就囥佇身軀內面。其實你身體機制是真複雜哦。是。有一種講法是講，你血糖震動吼，莫互震動傷大，啊，你的胰島素吼，你的分泌就較正常，你就較袂肥，這敢是正確的？是，這是正確的。咱胰島素的迄個分泌吼，若是會使愈平穩。安尼是愈好，但是我想要就回答你，拄仔講到一個最重要的概念，就是你講到枵啦，講咱現代人，啥物叫做枵甲飽？敢若現代已經變甲無啥共吼，即個是上基礎的，就是咱人要活落去。你拄仔講到這大腦的保時鐘書，對無？但是有另外一款枵吼，是心內枵。是阿嬤感覺枵。阿嬤感覺枵還是第三種吼？即馬你講第二種，第二種。阮厝的就是攏是阿嬤感覺枵啊。第二種是我明明即馬已經袂枵啊，我血糖其實嘛攏已經有夠，我嘛無加落來，但是敢若有工課做規工吼，即馬感覺。今仔去有電視線的枵。是，這感覺生氣啦，感覺無聊啦，感覺孤單啦，感覺委屈，所以我加食一寡，安尼我才心情較好。這款這叫做情緒性的飲食。也是講，其實我即馬無枵，但是看到這甜點，有無？人講甜點是另外一個味，另外一個味。對，就是這個意思。吼，所以第二種就是心情無穩定、情緒性的飲食。我感覺這是現代人變傷大苦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啊，第三種就是你拄仔講的，阿嬤感覺你枵啦，嘿，也是講朋友請你食物件啦，或者咱即馬有個人有啥物好代志，請奶茶啦，叫你啉酒啦，應酬啦，啊，雖然無啥枵，也加減食，所以不知不覺嘛食傷多。1、2、3這三種攏會互咱食太多。因為我會想問安尼血糖震動吼，其實即馬現代人，尤其台灣人吼，我有拄着這外國的這個。做西點麵包的胖啊，講吼，恁台灣人足奇怪，迄個做迄個 dessert 吼，攏挑工做無甜的啦，啊 dessert 就是愛甜的啊，啊哪會攏做迄個無夠甜的？但是逐個人去食這四小仔的時陣，攏知影講愛較無甜的，但是偏偏在其他的所在會造成，我就比如講咱的水果足甜的。咱的水果食咧，敢若做飯食咧，吼酸啊就摕糊落去啊。迄血糖震動之下，其實對咱人的這個體重影響嘛真大。是，我感覺水果你提這個點最重要的，因為足儕人會感覺講水果甲青菜同款，但是其實足無共的，因為青菜伊主要是纖維質嘛，愛這 fiber 嘛，是，啊熱量嘛袂足懸的，但是水果無共哦，尤其台灣的水果實在太好食太甜，14度、17度要求，是實在傷甜。啊，有的人我問伊講啊，你規工食啥？伊會甲你講啊，我食飯、食菜、食啥？啊，有食甜的無？無啊，因為伊感覺水果無算啦。哦，所以水果食甲飽，食甲歡喜，所以這大家要注意呢。是，這要注意。我特別要請教陳醫師吼，陳醫師佫特別寫這個文章互咱看，伊講吼愛先甲目標拆做3元，體重甲腰啦吼1元，代謝的風險1元，吼啊第3就是功能的表現，你體內的你的困眠啊，你有疼痛無？你有日常的活動，你開始啊掠4件代志吼，飲食的結構。活動量甲你會當坐偌久，你坐偌久，哦，困眠甲壓力啊，你即擺咧食啥物藥啊？啊，佮也是啊，佮有強病，是啊，遮複雜着。陳醫師，迄是你是醫生人啊，但是我若是普通人，我會當有啥物簡單的指標，然後來自我來要求講，哦，安尼就袂使咯。其實足簡單，因為政府是迄種啊，對30歲開始就有提供迄種免費的迄種健康檢查。啊，你若是30歲開始，迄個就是迄種按講國健署因都互你啊，啊，就是迄種簡單的血糖、血油、血壓，這種按基本上會互台灣人主要會死去的病，就這3個。對啊，其他就是按講的迄種癌症。對，基本上你只要甲這3個毛病，佮有種癌症，這一種篩檢該做的，基本上你應該這世人愛煩惱的，敢若有迄種金馬變少啊，人愈來愈老爾。對啊。這種物件你攏，這些人煩惱講有限啊，無限啊。對啊，啊，但這種物件你迄種健康檢查該做的，啊，伊內底全部攏幫你順了。
啊，迄種伊買互你一份報告，啊，啥物問題伊全部攏寫喺內底啊。就是愛找醫生就對啦。對，而且全部攏免費。我來講吼，咱處理是真濟人足鐵齒的。哦。吼，像阮這團隊內面嘛有人足鐵齒的，無愛看醫生啦。是。因為吼，這人的心理我會當理解。我若是喙齒吼，我足驚愛看喙齒，我若非必要就是規除非是已經疼甲後臟已經疼無多，才會去找醫生。啊，若是安尼。這種情形之下，咱是要安怎甲驅動講，你就要去看一下。這的話，按就是愛講一個，因為我家己碩士幫伊讀一個叫行為科學的物件。對，按通常是講要我去改變一個人的行為，就是講按就愛先看伊講伊有啥驚什麼物件無。對，像伊講驚某爾。對，對，驚某不，因為按通常是講按有些物件叫自覺威脅，對，這個人感覺什麼上恐怖啊？感覺什麼上恐怖？伊通常會有一個是，伊敢知影家己做這個代志會得這個病，啊，第二個是得這個病以後對伊來講偌嚴重。像講肥好，按講肥以後的迄種心肌梗塞，啊，然後迄種心肌梗塞做嚴重，你家己講，心肌梗塞敢會做嚴重？伊家己講，伊做驚。也是食薰講敢會得肺癌。我5秒鐘就過去。對，無因為這種人唔驚死，驚死一半。你愛驚講死袂去。對，要死袂，這較會上恐怖。這種病有可能互你死袂去。啊，但是就是講，有足儕人會講，我知影食薰，我知影迄種肺癌做恐怖，我知影心肌梗塞做恐怖，我知影中風做恐怖，但是伊無感覺家己肥會造成這個病。對，這是按你咧控制一個人的行為的時陣，迄種愛去處理的。但是講，伊到底是欠對一個物件，伊攏知影迄種中風是做恐怖的代誌，伊攏知影。是欠罵較是。對，但伊愛知影講，伊家己這個病到底擱撐偌久？你有講按講，高血壓、糖尿病，你無控制好，可能15年會死二指。對，這有可能。所以你愛互伊知影講，你這個病，你即馬你頭前已經5年哦，你大概擱撐10年會死哦。對，啊，種你這個肥，啊，你講按種10年有20%的機會會迄種中風，心臟會出問題。你即馬差不多擱撐幾年啊？通常我佇迄種看門診的時候，我會直接算互伊看，對。啊，然後擱來一個是，因為有個藥啊啦，就是講迄種有當時啊，毋是講要甲伊講這個病怎樣點，啊是要對阮來講，我會直接欠講，你敢要先用藥啊？對，先用藥啊。先用藥啊。對，先用藥啊。你有講我想講上簡單好，我的減肥的患者，若是有個人是有食薰的。我會來先甲伊講，因為迄種食薰，人家佇台灣嘛，迄種糖尿病可能迄種短命8年，但是食薰是短命15年。對啊，拄好迄種減肥的，毋是啊，迄個改薰的迄個藥啊，內底有一種，伊嘛小可和迄種減肥有關係。所以我就會甲伊講，即馬你種有一種迄種改薰的藥啊，伊效果嘛有減肥，啊，你敢要做伙用？啊，你嘛毋免改薰，你只要藥啊照時間食了。你就有機會，迄種互體重小可降一絲啊，然後甲薰嘛改好掉，這嘛是我迄種在看患者的時陣常常會用的。我就會順道甲迄種改薰和迄種減肥做伙看，對。啊，然後伊體重嘛會佫降落來，這就是看講你免我甲伊講，但是這上重要的，你先知影講伊到底對一點有問題，你無去甲伊找着，啊，然後再會知影好，愛互伊知影講伊做這個代有啥物好處，有啥物歹處，較會使。是。啊，若福建師吼。來福建醫生，真濟人攏是已經來試的時陣攏會疼啦。啊，這會疼的時陣，嘛是有誒真蠻皮哦。啊，這種蠻皮要安怎個可控？目前沒有。無藥通好醫就對啦。我以前的經驗吶，真的是比如說在50多歲，然後女生啊，就是比較大顆啊，來看膝蓋痛，跟她講說要減肥啊，3年之後來看到她膝蓋更痛，磨損得更厲害，這種都比比皆是啦。我覺得光是要用門診短短的時間衛教去說服患者做這個行為的改變，我覺得難度真的是蠻高。也為什麼我們現在看到這個藥，我就覺得其實蠻興奮的。現在有一個新的藥哈，猛健樂啊，它是雙重機轉，它很像引擎有雙渦輪哦，它有2個機轉在裡面。現在有一個新的藥，剛剛通過第3期試驗，它有3個機轉，3渦輪引擎。那個藥幾條 engine 是什麼？就是說它有3重機轉，它還加了一個東西叫升糖素，它會讓我們的肝臟去排糖。這個還沒有上市哦，這個離上市還有一段距離。可是那個藥很厲害，它可以減我們體重減30%，體重打7折。哦，而且呢，使用的人他的膝蓋痛啊降低了76%。
哎呦，哦，原本衝10分的人，現在只衝2分了。對，我聽到就覺得哇，這個到時候復健科真的要來用哎，因為我是覺得啦，當然我們每個患者都是希望自己更好哦，希望自己可以不要痛，希望自己可以長命百歲。可是光要靠意志力去打敗一個大腦的疾病，我覺得蠻像是叫這個憂鬱症的患者，你想開一點嘛，你就開心一點嘛。都沒法，沒有用啦。而且對於那個患者來講，它是一個打擊，是一個污名。所以我們現在都認為說，肥胖就是一個疾病啊，我們疾病就是要好好治療啊，我們不要怪病人為什麼生病。哦，你看起來這4個裡面上有做的應該是營養師，是不是安尼？但是我是感覺啦，用藥啊嘛是有一天無閣較用，因為藥啊嘛是足貴的，即馬台灣嘛是自費。說袂記，小等才來請2位、3位醫師來講，迄到底偌貴哦？你繼續講嘿。好，所以咧，我嘛是會教講，因為咱的病患伊嘛是有金錢上面的考量，所以伊嘛是會問講啊，我這藥啊愛用偌久？我嘛是會講，來減到一個程度了後，咱慢慢啊無要用藥啊。但是你安怎你無要用藥啊的時陣，你會該維持。所以，阮就愛教你安怎食，安怎食食，安怎運動。這 lifestyle 就是生活的方向，方式就足重要，包含你的困、你的壓力愛安怎釋放，這攏足重要的。先真簡單吼，譬如講營養師你當真簡單用2分鐘，甲一般的人，像頭仔你已經講啊，先食青菜，再食肉，啊再食這個白米，或者是講澱粉，吼，啊這3個這順序，啊什麼叫做 DGI？DGI， 哦，家己 Google 就好嘛，還是講平常時咱會當食到的物件，什麼是一定是你千萬，啊唔是講千萬，盡量賣食，還是講你盡量有通啊食這種 DGI 的物件。DGI 伊的意思就是講，這個物件食入去了後，咱的血糖的，就是波動是較低的。啊，什麼物件的 GI 較低咧？就是攏是糖的物件，但是你也是側壁和白米，伊的 GI 值，你的側壁佮有伊的麩皮啊，纖維足濟，纖維較濟的物件 GI 值就較低。係，所以阮就會教講伊食原型食物。唔是圓圓的圓，是原本。對，原本找啥物，伊就是愛食安尼。啊，加工的物件有當時啊，伊的 GI 值嘛較懸，吼。所以咧，就是講愛食原本的食物。啊來，第一個我會問講，你當有你啉手搖飲，當有你食餅乾、零食、蛋糕，這我是第一個愛來改變的。因為有當時我感覺你的正餐啊，你的便當無就是你的肉、你的菜食較濟吼，其實袂講足肥，對，袂差到遮爾濟。但是你也是這正餐食足少的，但是你食足濟什麼健康餅乾啊，啥物有誒無誒，這食這個哦，我跟你講，這體重就是真正足懸，因為這物件吼，伊血糖的波動足大，所以血糖。親像雲霄飛車，你的脂肪就會開始一直累積起來。啊，那食酒的人呢？食酒，但我聽過啉酒敢若啉油。啉酒敢若啉油。對，其實酒精伊的熱量是較懸的，真正啦。啊，但是即擺市面上都出現這個零糖質的秘魯，迄種敢是有效啊，無效？是零糖質還是零酒精？比講零糖質啊，有酒精，但是零糖質。但是伊酒精伊嘛是有酒精本身有熱量啦，對。哦，有一些零糖質看起來哦，安尼啊，你就意思是他說是白米甲糙米，我當然食糙米啊，啊這零糖質我當然摕這個零糖質啊，是這個概念，但是唔知有效無效啦，這就要先但是我先請教咱鄭醫師吼，今麥目前恁的患者來。攏會家己會曉開始會曉要求講，我要來做這個Mounjaro。哎呦，攏會家己，無是Mounjaro啦，就是講伊知影伊要來減重，啊伊要注射，攏已經心內加迄落迄皮包攏有準備啊。啊，這敢有真貴？因為我知影是自費嘛。攏自費，減重的藥物攏自費，完全自費。啊，若是頭拄像0.6。
按呢差不多愛自費才有偌濟錢。大小診所無關 range 就好。range 就好，因為佫有足儕種無共款的選擇嘛。對。一般是一個月可能6、7千到15000，差不多愛傳安尼才有夠。哦，安尼我看真濟人啊，攏會來啦。這比這過去我來講，市面上咧食減肥藥的人較多啊路。啊，試了足濟，有誒無誒吼，秘醫啊足濟。啊，這一個月加開1-2萬，應該是有人會來試看賣吧。但是即馬目前你敢有拄着講，哦，這個副作用真大到啊，叫伊愛停下，唔通用誒。哦，嘛是有哦。我拄着一個是講過敏啊，伊對迄針着過敏，安怎注意就是紅起來愛足脹誒，愛生有一寡紅疹，啊安怎試攏無法度，啊即款只好停掉嘛。啊，過來就是胃誒人煮這食，伊會感覺心情煞無好，有一點仔憂鬱。哦，啊，其實毋是講這食會造成憂鬱，是講足濟肥胖誒人、大塊誒人，一開始伊就有一點仔憂鬱誒這傾向，啊，伊是透過用食咧發洩，有無吼？啊，心情會較好。啊，即馬佫無得食，對，啊，伊迄本來有質，其實這是伊本來就有誒問題，就會浮現台面。啊，這個時陣咱就愛甲伊討論嘛。啊，就要變心理藝術哦。是啊。減重的問症，足儕攏是心理的，嘛毋是講治療啦，就討論啦。愛個討論啊，個過程啊，互伊想較好啊。是。哦，但是就我愛請吼，你係現身說法，你陣100的時陣，是啥物因為啥物原因要來減重？是講哇，實在是無法度啊。啊，但是既然你有這個講哦，迄陣時是。進前哪會無即個講哦？還是啥物機緣要來講？哦，迄時陣我一開始是因為我迄時陣是迄種東湧啊，這邊馬祖東湧，對，迄時陣就是迄邊做者高粱，然後迄時陣就阮做者朋友就做伙佇遐，對，這邊就是陣倒咧啉，然後迄時陣啉甲較上向的時陣是一工會當啉甲半罐，對，足恐怖，然後就是一直啉，然後就是迄種體重一直起哩安尼，結果到最後有一工的時陣，我就忽然種開始掃。然後掃幾工，然後開始發燒，然後過來是迄種去，然後我就幫家己照電工，結果發現講，奇怪，哪會肺炎？啊，我迄陣是講奇怪，我因為這邊迄個少年人，我用以前入病院看的攏是迄種老人已經無去的，時陣較開始一直肺炎，哪會離我一個少年人身軀頂會發現？所以感覺免疫力咧降低啊。對，免疫力降低。啊，另外一個是迄種後來嘛，家己抽血嘛，啊，抽血種奇怪，迄種就是迄種正常，按是攏可能迄種肝指數喺450以下。結果講迄陣抽血，抽到講400-500呢，對，有講恐怖。然後迄個開始講，啊，你這無酒精中毒？對啊，所以講這就是有問題。然後迄時陣就是攏講哦，像迄逐工攏愛啉1罐2罐，啊無迄種迄無辦法。所以後來就講安尼唔對，一定愛改，啊無我身體一定會出問題。而且我迄種較咧做兵，我唔是講已經做老出社會啊。對，所以迄時陣開始安尼改，結果。慢慢啊改，迄種食物慢慢啊改，啊運動慢慢啊做，結果後來發現講，真誒迄種逐工透早起來精神愈來愈好，對啊，然後對疼對啥物會無爽快愈來愈少，啊，然後抽血指數愈來愈正常。像你講迄種以前是真誒抽血出來規片攏紅誒，啊，即馬迄種去健康檢查出來蒼目睭，其他攏迄種攏是正常安尼，對，迄真正差好濟，尤其是迄種因為。你肥的時陣，你永遠攏感覺講，這個代志做難做困難，無辦法做。但是你真誒開始做，然後開始有一點仔進步的時陣，就會開始感覺講，其實無做困難。對，所以講，我開像我大人來講，減做好事，你嘛唔免想做這代志。那你真誒是做肥的人，你減上做啊，體重減一點啊，以後你開始有信心了後，你家要做啥？叫營養師的這方式。對，而且像你拄仔講的迄種食食好啊，因為我家己的拄仔講着食水果哈，因為我攏會先看患者敢有食做儕無健康的物件。對，雖然講迄種水果愛有限量，但是就是講，若今日這個人伊規工咧食雞卵糕，規工咧迄種啉酒，啊規工咧食宵夜，我就會講，安尼你宵夜你總無該做水果，啊你的迄種食雞卵糕，伊總無該做水果，你啥物都會攏該做水果。所以我做儕患者等等伊講，對今日你開始水果食到飽，3個月10公斤就無去。就安尼，但係迄是因為伊毋是加食，因是甲本來食的無健康的物件，對，全部換成水果。我會教因講，例如講你今日150公斤，你要減到，生活伊會當接受的物件。對，你要150減到130，你食的物件是一套，但130減到120，你食的擱另外一套。啊，你要迄種
感覺講七十，感覺為要有胸肌腹肌，你才會閣是另外一套。我會針對講因無共款的體重來幫伊種設計講，你要我食較好，也是種運動。一開始講，你一開始你有講按講抖腳好啊，我認為講抖腳嘛叫運動，對對，按叫做增加身體活動量。就係講你平常時你迄種會當行路就莫坐，會當走就莫行路。對啊，會當迄種行樓梯就莫坐電梯，即係從平常時開始做。你這種逐工安尼迄種累積，到最後你種加消耗的熱量攏會加足濟。哦，這就是你寫的這個每工底盤的消耗。是。咱底盤的消耗，去行路、徛起來做家務，佮通勤，這攏要算在內。對。啊，才通好來算講，我一工通好來食偌濟物件。對。而且我嘛會甲因講迄種，因為我家己佇遐看減肥，我家己有寫一個程式啊，我是種就種來寫一個 AI，然後就請伊逐工翕相，然後逐工迄種寫家己的體重是偌濟，然後伊就甲伊講，你今仔日差不多，你即擺的體重差不多一工食2000大卡，然後你逐工翕相，翕相迄種傳來電腦算會佫傳轉去，甲你講你今仔日已經食幾大卡。超過啊。對，食幾大卡。那另外一個講，你今仔日的迄種蛋白質，你敢有食夠？因為多安講迄種蒙加洛 face 還是 Olympic face，就是用面會散落迄種。其實伊上好是得愛迄種袂當減傷緊，閣來一個是伊迄種蛋白質愛食夠，而且有當時我會看因講可能維他命 C 含迄種膠原蛋白這種物件，可能閣愛食夠。愛補充。對，袂當散傷緊，迄種愛補夠。我就會用迄種 AI 幫因算，然後伊就傳過來，我自動傳轉來，甲你講你今日閣稱偌濟扣打通食，對。安尼因較會當講，迄種然後逐工攏有傳，馬上5秒鐘，互伊回饋，安尼因就會講慢慢啊，照安尼減落啊。這嘛愛拄着醫師啊，伊家己本身要有決心呢。對，嘛毋是決心，你就多講你藥啊先用，然後迄種你的自信心慢慢變強的時陣，然後一步一步，因為我會我袂叫伊一改全無改，我會逐改攏改講改一點啊。對，你種一點啊，慢慢啊改。循循善誘啦。對，是。嘛是種誒，那安那紅聽恁呢？你安怎引導這個病患吼？我即馬規氣講減肥啊叫病患啦吼。安怎引導因來講？你一擺莫跳啊懸，你跳啊1樓就好啊。然後這個餅乾有通啊食着，你就往前個行。這就是原子習慣的概念吶，就是養成一點點。我一開始跟病患講他要運動，我都跟他講說10分鐘，真的10分鐘。像昨天有一個問我說，我想要跑步，我好久沒有跑了，最近比較瘦，我想要跑，那可以怎麼跑？我說你10分鐘就好了，因為我們看太多受傷的例子了，很多人運動受傷之後，他就想說我就不適合運動啊，下次運動又受傷，他就再也不運動了，有一個很強烈的借口。所以，我們運動真的是一開始我們就養成10分鐘就好，不管是在家裡做深蹲啊、超慢跑啊，或者是出去走路啊、跑步。但10分鐘會不會瘦？不會啦，10分鐘不會瘦啦。但是因為萬事起頭難。那個一開始的那個阻力最大，就跟我們在推一些像什麼火車啊那種車，我們推一開始好辛苦，可是推動了之後，它開始動了之後，它就慢慢開始動，後面只要給它一點點力，它就可以慢慢養成習慣，從10分鐘變15分鐘，變20分鐘，變30分鐘。而且還有一個情況我們人跟我們的這個牛頓說的萬物一樣，都有慣性。靜者恆靜啦，沒有運動的人，他運動很難啊。可是已經有運動的人，像陳醫師，如果說今天要1個禮拜都不運動，他就覺得怪怪的不舒服。所以說，真的就是打破那一開始的那個，就是一開始的那一步。滿書起頭來。對，只要打破了，後面其實就順了。那營養師要安怎較苦勸，講就這種已經超肥的人，你先去拍一針嘛，有這個成就感才來開始。我感覺安尼是最好的一個方式，因為伊看到伊慢慢啊降落來，伊嘛會感覺，親像我有一個病患，伊就是感覺講，我某感覺我最近伊的體力啦，無就是伊的面的皮膚變得較好。我講安尼就好啊，所以你的飲食你嘛是愛親像我甲你講的，安尼慢慢啊改，你就會變得佫較好。我感覺有當時啊，離門診的時陣，真正就是講，就是。親像講心理醫師安尼，就是愛甲伊聊講你愛安尼改變，愛互伊鼓勵，伊就會繼續直做安尼。對，所以我感覺
食食嘛是啦，運動嘛是，還有你的生活嘛是，就是較早困的，因為你也是早暗困的，早困甲足暗的，足晚困的人啊，你嘛會發現伊會開始想要食宵夜。你也是講熬夜的人，伊就開始想要食足儕物件，所以我就嘛是考勸講，啊，你嘛是較早困的，你也是要做物件，你就是較早起床，這攏是習慣的養成。想要一個問題要請教鄭醫師吼，如果伊若買袂起這藥啊，伊袂敢要開，啊毋敢微針，敢有天然的食物，通好替代着類似這長蜜素的這個機轉的物件，到目前為止敢有？若是講較天然的方法吼，咱莫開錢，莫用藥啊。我感覺上重要的就是拄仔營養師有講到，迄落迄原型食物，過來個困眠、心情，這幾項上重要。愛困好飽，嘿，愛困好飽，啊心情愛穩定，心情無穩定會亂食，困無飽嘛會亂食。啊，過來就是運動啦，運動迄是愛長期的。啊，若講到運動就真麻煩。運動就愛找咱的王院長。我即擺就想講，啊，有這樣